来关心天气，冷空气到台湾，今仔日北部愈暗会愈寒，中部以北会降到13度、14度，而且一直寒到拜三的透早。另外，冷空气嘛，甲中国鹰眼吹来金门，伫苏飞龙机甲小三通早起拢停驶，有600外人吊伫咧金门。加在下晡天有较清啊，机场有加开几若座航班来消透人阵。金门机场内底有真侪挂大包小包行李的旅客，因为金门大雾大增高，航班时转所取消，只好等待空运恢复，也让因感觉是真无奈。因为雾都没有飞，昨天就开始没飞了吧？从昨天开始等，对，都没有飞了。第一次碰到这种雾锁金门吗？对，第一个感觉怎么样？没到。后面南下带来大雾，金门空运暂时停止，规路拢是雾，连小三通也中断，滞留大约200外人，一直到早起方面通过，机场才恢复正常。受到大陆冷气团南下影响，北部地区是愈暗愈冷，中部以北暗时会降到13、14度。这波大陆冷气团将会持续影响到周三的清晨，周三白天到周四，大陆冷气团逐渐的减弱，不过很快的在下个周末又会受到另外一波大陆冷气团影响。那在大陆冷气影响期间，夜晚、清晨都比较偏凉。气象署讲，冷气团继续影响到拜三，延过拜五开始，又有另外一波大陆冷气团来，强度可能更加强、更加冷，提醒民众爱注意低温。另外，这个方面也带来中国空气污染现象。环境部讲，昨日暗时方面南下，会带来境外污染物，影响台湾空气品质。全台甲离岛17个空气品质是到感觉是个顶好。现在就受到影响呢，可能会到30到50微克每立方公尺的这个等级，达到橘色的这个现象，由北到南受到影响。环境部强调，已经通报地方环保局提前来启动应变的做法，对着大型工厂强化防治做法，也提醒民众在这段期间尽量较莫出外行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